诈骗实在是真长手哦，全台湾一天拢会互骗几啊亿，一个月互骗上百亿。下晡新闻专讲说一个卖个骗来单元，要详细来解说各种诈骗的手法，帮观众朋友爱警觉，唔通上简单，就相信一寡诈骗的信息甲电话哦。今仔日卖个骗啊，咱就要请吴鑫来为咱解说，演员谭爱珍是安怎互骗的，大家就爱安怎来注意。是主播，诈骗真正有够多，爱细腻、爱提防，唔是无原因。咱再来看数据，根据来进步警政署的资料，11月诈骗的案件受理是18000多件，财产损失是超过126亿。也即马12月啊，民众报案红怪去的钱加起来，逐工上无嘛有2亿。敢若昨12月11这一天，诈骗的案件就受理600多件，财产的损失是超过4亿。但诈骗的案件这么多，咱拢有可能受害是无分男女、无分年岁，嘛无分职业哦。也即马演员谭爱珍就出来讲伊防骗的经验，伊讲啊有一个检察官讲伊牵涉一个毒品的案件，介入去一桩毒品的案件，就安尼锁定对象，爱伊来倒办案，利用伊的正义感，甲伊联络一段时间。诈骗集团会伫联络的中间，一直甲人洗脑哦，讲伊是协助警察秘密办案，这个代志唔好甲人讲，也搁甲伊讲啊，真济诈骗的手法，互伊感觉会信任，会当信任，就继续联络。时间一个久，就会听因的嘴，甚至甲钱摕出来互因。谭爱珍就真正有甲钱。有转一摆钱，互诈骗集团骗过手。甲知影伫伊要搁转钱的时阵，有去互警察阻挡，才发觉讲，原来自头到尾是一场骗局。谭爱珍的查某囝认为讲，妈妈去互骗，就是误会人，才会长辈无收到资讯。唔知影，所以提醒咱就要定定关心事大，定定甲因分享即马诈骗有啥物步数。厝内长辈若是有失智症，甲因办金融注记。这个时代，若是要转钱、要贷款、要办信用卡，金融机构都会甲咱通知，伊卖加强审查。过来，上重要的就是讲，唔通去检讨受害者，甚至讲应该爱甲受害者鼓励，互因出来讲家己的经历，安尼咱才会当知影讲，即马诈骗集团是用啥物步数来甲人拐钱哦。也谭爱珍这件案，就是诈骗集团假做公务机关，讲咱有案件，也是讲咱有欠钱，利用公权力骗咱的信任。拐咱的钱，来进步警政署的好友民众讲，政府机构也是讲银行，拢未要求，也是讲爱咱提供敏感的资料。若有拄到心内无确定，会当卡165来纠正。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，真正是卖个骗啦。咱即马就甲时间交等有主播。